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台大省企业中心下暗进入台湾，气象署发布大水豪特报，环保部要爱注意大水豪。北部有一间大病院去防指控讲，器官捐赠者心脏也在跳，就惊医师手术的流程引起质疑。立委罢免案，中选会预估会审26件，那审案投票时间可能会伫咧7月初10到8月19日拜六。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曹有欣。台大省企业的中心下暗到花莲一道会入来到咱台湾，气象署发布大水豪特报，提醒东半部居民呢就要注意大水豪。也明仔载开始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嘛会来落雨。好，遮尔歹天哦，安全真正爱注意。今仔日花莲的有路去大水强加登去，也台北线这边的有石头放落来，台中遮有人掉伫咧大架溪河岸当中。地无啊，这个查某人因为水上错楼掉伫大架溪岸，进退两难。警消局部出动消防车船甲人员到场待命，不过当地水势地势要抢救无简单，申请直升机救援。我今日晡3点吊挂救援成功，好在再经过检伤，这个民众无明显的外伤，顺利脱困返厝。花莲桥里24点钟内雨量突破120毫米，秀姑峦溪水位顶悬，轮天变道引起，芒仔洞变道冲毁，四周围拢封起来。另外，伫明里变道因为水域持续清悬，暗时6点先封起来。台北线出现山坪有石头一直放落来，抢救人员已经伫现场待命。豁然停的路段。好，那发生一个上烟坡的持续落石坍方的一个状况，稍停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随时的来做一个抢通的动作。这方面呢，台东地区规工雨真大，南苏地区为11就开始落雨，真侪野溪啊拢溪水顶悬。南苏海峡都因为土煤膏啊一直流入海，所以变作两色的阴阳海。那伫宜兰鼓山岛是因为码头海涌一直现，海涌起落真大。鼓山岛13继续封岛，气象署持续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虽然拜四暗时中心通过台湾天顶了后，结果会明显破坏，不过水汽也真充足。国家13开始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会刷落变落雨的热区。今天晚上还有到明天这段时间呢，就是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特别要防范可能会有大雨甚至是豪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提醒，拜5至拜6透早，各地爱注意有底延时强降雨，特别是南部地区爱严防局部性的大水雨。各地山区是因为连续线落雨，地势土质会较松软，建议民众这阵避免前往，严防灾害。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今年2月有一只中国背景的挂牌船驶经过台南外海，踮遐拍定，踮遐咧踅哦，也甲咱台澎3号海底电缆拖到登去。台南地方法院今日就依法判中国船长3档的有期徒。中国船长并讲哦，伊就是定甲海底电缆也阁有距离，毋是超工甲拖登去。毋过法院认为讲，伊做船长煞放船伫咧海面黑白洗，佮甲海底电缆拖甲登去，严重影响咱的民生经济甲公共资讯的运作。判这个中国船长3档的有期徒，专案也阁会当上诉。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访问讲，中国敢有影要来武力犯台？赫格塞斯表示讲，伊认为中国也未决定，毋过若观察中国咧军演，看起来呢是真想要拍台湾。要中国有影是直直甲咱侵了无？中国最近就通缉咱20个驻通电军的人员，咱国防部表示讲会加强保护驻通电军的身份。准讲是雨落无停，国军天雷操演第2天继续伫屏东凤港北粉场进行大炮的保养射击，真大的炮声，规个大地拢震动，验证训练的成效甲火炮战力。当时共军原持续派攻击舰侵扰大海，美国联邦参议院听证会顶，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格兰姆伊询问美国军方，中国是毋是按算伫必要的时阵以武力来夺取台湾的？
We don't believe they've made that decision yet, but certainly if you look at their exercises that they're performing in that area, they what do look you a lot think, like General what that would Kane? look Do you like. think? I think if they could get them their way, for sure. Do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use military capability? Maybe, maybe not. Do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at? Yes.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无认为领当局已经做决定，不过指出，中国正在进行重大军事扩张，搁积极演练入侵台湾。除了武汉，中共最近也对咱20个驻通电军人员发布赏金的通缉。不过国防部说明，名单当中有2/3拢已经退案，相关的资料是网络顶旧资料导出来。也会强化身份隐匿跟掩护的相关的措施，应该会采取一些别名，然后还有内部管控这些相关的作为，以勤工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加以保护。面对国台办进一步的强限，要把驻通电军所有人员纳入重点的监管范围。顾立雄表示，强化驻通电军人员身份稳藏甲化名这的相关措施，这个月底都会开始进行。如果说可以参考美军其他国家做法，恢复这种类似兵籍号码的做法，等于是一个先天的防火墙，万一有明测外泄，比较容易追查。对于国军各自外泄，军事专家建议，军方会当思考开放编辑资料，用其他编码的方式来代替身份证字号，通加强反情报的作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民进党创党元老之一，也伫咧前总统陈水扁时期，做过海基会董事长的洪基昌去互中国媒体曝光。最近用台湾三经建建社理事长的身份，带升级产业的人士去北京来参访，这又是引起各界关注。也针对这件代志呢，陆委会是表示讲，只要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符合两岸交流的规范，政府会正向来看待两岸的交流。华理台独并不是民主进步党作为一个负责任要迈向执政的政党所选择的方向。较早因为对两岸议题的看法和民进党新潮流无共调，互派系除名的洪基昌是民进党创党的元老之一，而且伫前总统陈水扁的时期做海基会董事长，阁是带领现任总统赖清德入去正大的政治导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2报道，目前是台湾三经建建社理事长的洪基昌，最近带升级产业界人士去北京参访，引起关注。那现在是民间人士了哈，任何两岸民间团体健康有序的交流，我们都正向看待哦。那当然就是不能有配合对方的统战行为。洪基昌回应平面媒体表示讲，这摆是单纯的产业交流。佮讲大总统伫5日空的讲话内面，嘛有讲到，伫对等尊严之下，两方有交流，才会当有理解和合作。而且强调两方的交流爱正向发展，双方拢爱做伙拍拼。另外，去进前敢有先甲赖总统讲，洪基昌是无愿意加讲。最近去中国上海旅游的网前馆长陈志涵，专程直播言行拢受到讨论。请问你是哪国人？哎，我为什么要一直问我是哪一国人？中华民国啊，怎么了吗？有网友就发文讲，已经向中国官方网站检举馆长在中国讲中华民国，考说伊想要来分裂国家。我相信，大陆相关单位现在都是每天就是在关注这个馆长的一言一行。其实我可以建议馆长能够在那边久住。那多看看，多了解，就知道人家的生活到底是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态。另外，前总统马英九在15就要参加中国第17届的海峡论坛。李文杰重申，这个论坛是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平台，而且是在马英九执政时期的明文政策。认为马前总统家己拢无立场，陆委会对这是感觉有够含糊和违宪。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讲北部有一间大病院去互指控讲处理这个器官捐赠的这个个案，哪像有违反流程？就是讲这个捐赠者呢，也阁有到叶克膜，这个心脏也阁咧跳，就咧行这个医师处事的这个流程，这就引起质疑啊。今日器官病主中心的董事长李明德就表示讲，这规个案对医疗、对伦理、对法律3方面拢有符合规定。假设讲因为个案的生命现象呢无稳定，无法度判定做脑死，是采用心脏停止死亡后器官捐赠的作业，应该是双方认知无共款，才来误会。北部某一间大型的病院，今年5月底去互指控讲，
这篇器官移植的手术，却是伫咧关键者分数顶抑阁有 ECMO， 心脏要持续咧跳的时阵，就通知法医甲检察官去现场相验，引起有人质疑讲是违反死亡判定的流程。召集了家属开了第二次的家庭会议。那当时的话，的确病人依然呈现深度昏迷。那因为濒临脑死的现象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情况要把病人挽救回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那所以说呢，再度的跟家属说明完之后，家属呢提出了器官捐赠。专案卫福部也当伫调查当中，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病人自主推广中心讲，这个个案送病院急救了后的第2天，要是深度昏迷，家属主动提出器官捐赠，不过因为这个个案情形是真无稳定，可能挡袂到规个脑死的判定。经过沟通了后，病院这边采取106年实施的心脏动点死亡了后器官捐赠的流程，也就是 DCD。嘛，伫流程开始了后，以庭书通知法医，甲检察官到现场。检察官的这一个指导之下，我们在将病人呢推到了开刀房。那在测出维生系统之后，病人经过了23分钟，心跳停止。那心跳停止完之后呢，我们静止观察他5分钟。甲英国来比。另外一个脑死了后器官捐赠的流程，也就是 DBD， 是规定爱入院插管12点钟了后，经过2位医师2解脑死的判定，而且中午4点钟了后，才会当执行后续的流程。不过，这届选择的 DCD， 也就是心脏动点死亡了后器官捐赠的方案，是2个专科医师判断病人已经甲生命的尾期，甲卫生系统提调了后，经过5分钟的观察期，才会当确定宣告死亡。很多人不太了解，说我们国家目前是2个方法来判定，一个就是脑死，一个是叫做心脏停止跳动以后的这个死亡。那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来摘取器官的一些条件。眼科专科医师李大文捌接触过疑似目睭膜癌患者，伊强调讲法规是真严格。因若器官捐赠病人自主中心表示，到2025年5月底，全台湾已经完成88件 DCD 的器官捐赠，无希望因为错误的认知引起众人的惊吓。记者综合报道。也高雄林务这边呢，有一间准公托的幼儿园去互家长指控讲哦，去年12月，哪像有3个查甫囡仔对家己的查某囝有不当的行为，互家长想要看这个规个监视器的画面，幼儿园煞无爱提供全部的内容来理清案情，也家长嘛指控教育局无合法处理，即马家长伫下晡去到地检署要来告教育局甲幼儿园。家长12来到高雄地检署7年控告教育局渎职，嘛告幼儿园过失伤害含灭证等等。原因是因查某囝去年12月，伫日某一间私立准公托幼儿园，疑似受性对象不当行为。帮他洗澡的时候，发现他的私密处有一点异样，拿类似++9的胶具去撞击他的外阴部，所以他外阴部是有呈现红肿。家长指控讲，园方敢若交出部分的监控画面，案件交去教育局了后，嘛无进一步甲园方去讨画面，造成代志发生甲大要半年拢无结果。园方回应讲，迄天除了早起的活动区翕袂到，查某囡仔拢伫画面内面。自从他上了教室，一直到他放学时间，都在我们的镜头里面，并没有漏失掉哪一个画面。爸爸妈妈也在现场，从开始看到放学。双方拢讲家己的话，过来单而清。根据了解，这间幼儿园伫1月到3月，分别因为不当管教，禁用无资格的人来做教保服务，才违规的情事，罚款33万外。8月开始嘛，解除园方准公共教保服务契约。教育局强调会密切注意刷落来的部分。由家长、园方及警方3方共同确认。经查尚无证据显示有施暴或其他不当对待的情事，教育局后续仍将密切的关注。伤害囡仔的事件一直发生，监视画面变作关键证物。对这行政院建议提专法，要求幼托机构保留监视影像保存30天，搁来团结地方政府的分段。幼儿园如果又是跟行为人相关，确实是会有销毁的可能性啊。所以我想避免儿虐的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说需要有一个客观不会随意的被删除的一个云端空间。民团认同第三方云端保存的必要性，但是嘛表示讲监视器只是配套措施之一。官员嘛是伫托育含教保人员的提选含训练，政府嘛要尽监督的责任，加强定期含不定时的调查，真侪方面做伙做，才会当让这种事件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讲有一间私立的高中，有2个学生哪像无欢喜老师的管教方式，竟然野棍走去便所甲老师拍，佮甲老师拍甲头壳着伤，唔承认。学校即马呢是甲引起2支大告，要求家长爱带转去管教5天。老师这边呢是决定提告伤害。学生啊，像平常时共款行入学校，不过这间台中市私立高中才拄传出校园暴力事件，有2个电子科的1年仔，哪像不满姓黄老师伫实习工厂的管教方式，车执野棍啊去攻击当咧便所的姓黄老师，学校也已经出面证实。之前在工厂产生了一些嫌隙，老师的管教嫌隙，也导致这些学生有一点这个误会。那后续呢，我们就请学生约谈。那目前约谈当下，学生是不承认的。有看到就目前就是有2个学生，在那段时间有在走廊还有进厕所，这个部分。校方表示，姓黄的老师伫这间学校已经教5年，平常时教课拢真认真。被攻击了后，送病院诊断出头部受伤，目前踮厝休困。学校已经完成校安通报，启动学生辅导机制。姓黄的老师也去派出所提告伤害。接获黄姓民众报案称，其因遭伤害，故至本所报案提到。警方于第一时间即受理报案，并调阅监视器后，通知相关涉案人员说明，依法函送侦办。人本基金会表示支持老师提告的权利，不过教育局甲学校应该把事件调查清楚，确保学生表达意见的管道和老师支持系统运作正常，才会当挽救师生互相无信任的问题，预防暴力事件再发生。教师的支持系统。好，让教师遇到任何管教上的困难，或者是教学上的困难，都可以有一个系统可以支持他。所以这整个事情其实是教育行政要负起最大的一个就是责任呐。台中市教育局也未对外说明，校方表示，因为2个学生唔承认是因做的，已经甲监视器画面交予警方调查，也召开学生总庭委员会，决定甲2个学生记2大过，交予家长带转去管教5日，后礼拜开始实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好，刚刚是台中的消息，刑事局呢抓到做假酒的犯罪集团，也这个犯罪集团是用旧干仔地假酒。中心包包咧就甲人讲，这是别家下叫的 whisky， 是销去全台湾。好，全台湾都有1935罐假酒去互警察扣起来，这个乌心钱初步估计有到2400多万。刑事局接到情资，大庭广警冲入去台中市假酒工厂，警方12日宣布查到大规模假酒犯罪集团，当场查扣1935罐威士忌假酒，也有大批为回收厂摕到的旧空干仔、两叉塔啦、管仔挂，也有假大纸等赃物。假酒贩售的管道可能遍及全台，那目前我们所追得到流向的呢，我们都有把他们查扣回来了。目前初步估计，现在是1935瓶。警方表示，由合法立案酒商姓王的主嫌带头的假酒犯罪集团，加3分之的原酒，南台湾不明的香料食用酒精糖污调制了后，重新打漂头装箱，加做市价1000至3000真好销的威士忌，卖予全台湾的零售商，犯案时间上少1年，不法所得达到2400多万。医师提醒，假酒若是含着食用酒精，国加品质无好的添加物，长期啉落去会造成肝还有胃肠的伤害。对肠胃道会有问题，会刺激性比较强，加上这个香料啦，还有焦糖啦之类的东西，品质如果不好，对肠胃道也会有一些的伤害，事实上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肝脏。警方今年2月至4月发动全台大搜查，抓到姓王主嫌等23人，另外查扣犯罪工具1间厝甲1台车，专案依照涉犯刑法、伪造变造私文书、诈欺、商标法、涉案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好，坐运人有够济，找无位，阁无想要徛，要安怎？台北都有乘客家己炸椅仔去坐运，也人上济时找无位，伊就坐家己的椅仔，阁坐伫车厢中哦。站务人员去甲扛，这个乘客才甲椅仔收起来。好，台北坐运就讲话啊，乘客要坐家己炸椅仔，会去影响到别人出入，违反到大众坐运法，若可袂听，上当会当罚7500。
家己准备当收合的椅仔，予站务人员考验了后，要求退找位。国讲请站务员提轮椅，站务员回应会当协助就医，还是落车。查甫人拒绝，到尾才个椅仔收起来。旅客是讲，已经连续3个月看到伊家己穿椅仔上车，前往时间都坐伫一群人中央。比较密集人潮的时候不适合，原本捷运的椅子应该就是最理想的。人少不影响到其他人是还好，但是的确捷运上有时候会晃，或者是速度的话是有点安全疑虑。台北捷运是讲，捷运车厢内家己穿椅仔坐，影响别人进出，会违反《大众捷运法》第50条规定，会当罚1500至7500的罚款。另外，根据台北捷运系统旅客司机，旅客会当把椅仔当作随身行李站，不过爱下行李寸尺的规范，而且爱好好保管，袂使造成其他旅客不方便。设置的椅子都不是只有单纯坐的功能，固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说列车如果或车辆如果碰撞或者是其他的震动或摇晃的因素，旅客不会从上面跌倒或压到别人的这个状况。专家表示，公共运输座椅的设计有安全考虑，旅客坐家己穿的椅仔有受伤的风险。不过对营运者来讲，嘛是会使思考的方案，像讲台北市部分低底盘的公车有设置固定伫车厢内降扭落来坐椅仔，离峰甲尖峰就当做无共的运用。记者采访报道。也新北市这边呢，有一个60多岁妇人人，伊的身体伊咧行动较无方便，所以伊骑微型的电动的2轮车，所来违规，去互警察查倒来。也这个妇人人呢讲，伊真想要去便所，甲警察讲，警察有缘唔放人。结果这个妇人人哦，真正挡袂牢来带了，也拜托警察倒叫车，也是互拒绝。伊就感觉真受侮辱。也实际分局这边呢是回应讲，执法的流程拢符合规定，不过警察为民服务，缺欠同理心，甲记新改。做行政处分。骑微型的电动双轮车驶伫人行道，园区的警察看到随过去拦查，掠无挂车牌的微型电动车上路。违电车那个没有挂牌要扣车。规样单甲车调走，警方就算是依法的行政，但处理过程互指控讲在讲侮辱。送你去医院就这样子而已啊。骑电动车的老小姐是一个新障者，伊知影是家己先违规，并无负责任，只是拜托警察先互伊去便所，但是警察无得个插，结果害伊放伫裤顶悬，警察阁无敢正甲回讲，敢要叫救护车，叫伊家己考虑清楚。我说赶快拜托拜托，证件给你压着啊，不行。拖车长的一个说去旁边站着晒一晒裤子就干了，执法人员他也应该制止他啦。代志发生在新北市的10至7下晡3点外，老小姐控诉讲提出真侪项请求，包括倒马裤、叫计程车，还是倒载一段路拢互拒绝。警方完成执法了后，就甲伊留伫现场。对于民众提出之协助需求欠缺同理心，予以远警及拖吊人员申诫等行政处分。警方表示讲，执法的流程拢符合规定，但是警员是欠同理心，伫为民服务的面向无法度看情形来变通，已经对伊定处，放入年度的评量记录合并购参考。在执法当中，我们在这个兼顾所谓的情理法或是法理情的情况之下，在不影响所谓的这个交通安全的情况之下，做出一些弹性。面对这个风波，外界是有无同意见。有学者认为讲，对违规的行为，警察一定要依法行政，但是在执法的时阵，对讲话口气较相关处理，应该思考讲，敢会当搁较温和，搁较有春秋。记者综合报道。也高雄凤山有一间透天厝，因为厝主甲因查某囝甲捡来回收粪扫蹲到规厝间，佮蹲去靠厝头前的公共通道。环保局这2天来呢是开142张罚单，甲因罚76万。厝主是拿袂出来，也厝呢就要互强制拍卖。好，厝主因后生是讲会倒来罚金，卖改善环境，这间厝才报落来。高雄凤山这间透天厝头前，3天前会当看到大细地粪扫蹲甲要半楼悬，毋那外口当然厝内底也是蹲甲规厝间，因为细林的查某厝主甲查某囝2人长期捡回收粪扫蹲来蹲，毋那占用着社区的公用道路空间，也造成环境的垃圾。厝边头尾可能无效，只好向环保局检举。我来遮住差不多4年，进前来的时阵，伊是拢。连外口规个墩到拢是，伊的整理，毋过就是嘛是愈墩愈济，愈墩愈济。即马是外口无啊哦，是村伊内底迄是旧的。会影响到出入口，大概一半吧，一半的一面点点。那它都是堆的什么？就都是一些垃圾啊，就类似捡回收那些的。
环保局对112年开始陆续开出142张的罚单，累计罚金76万。厝主无在条例，差一点害这间厝去互拍卖。后来是厝主的后生出面，甲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协调，由于来代替妈妈分期纳罚金，才将厝留落来。咱即阵来到透天厝甲看，厝前的本数也拢已经清走啊。环保局表示，后续因也是会来关心。目前现况已有改善，后续仍将持续加强稽查，倘有违规情事，除开罚外，并要求限期改善，以维护市容环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表示，虽望当事人的状况达到当前，目前也暂时未拍卖这栋厝。不过执行署也要求厝主爱维持环境的清气，避免收到更较侪罚单。记者柯亚如柯昭雄高雄场报道。全台湾大罢免第2阶段连署了后，中选会6月20要开会，预估会审理26件立委的罢免案。中选会讲，若成案7月初10到8月19日拜六，拢有可能来投票。原则上会建议伫咧同一天来投票。大罢免第2阶段连署就要结束，目前有31件罢免国民党的立委案件完成送件。中选会伫咧20日委员会期将会审定第2阶段插队结果。主委李进忠伫12讲，有个会处理26件立委罢免案。若是伫迄天有宣布成案的，原则上所有的罢免案将会建议同一天投票。民进党团总召黄建平18有个讲，7月2日投票也是选项之一。6月20号来宣布成立的话，那这个投票的时间会落在7月10号到8月19号之间。726也是在这个期间里面，它是选项之一，但是并不确定。罢免曝光期黄建斌多款劫杀的案件，因为伫咧查对期限内无接到地方选举委员会报件的通知，罢免黄建斌团体也阁讲第2阶段正式过关。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发出爱国者行动，未反制大罢免。民进党是表示讲，所来可能加拿下联合办反罢活动。我也一直都在扫街啊。其实我们有大量的志工，每一天不管是大太阳或者是下雨，非常感谢他们都来帮忙宏威。如果你继续去破坏以前党外的这个精神，自己营造一个绿色恐怖，然后连在野党都是要消灭的。你们对不起党外的这个同志，所有在野的力量会集结起来。那民进党团，我们当然作为公民罢团最强的侧翼，那在所有的组织作战，我要强调，把它当作大选一样来打。31位南亚罢免案送件，其中罢免南亚立委杨志伦、林德浩、林派祥，还有完成报件的马文君，又何等5个案件，因为送件插队时间较晚，可能无法度赶到20日委员会议审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针对补助款，中央甲地方是继续对写。台北市府今日开记者会，批评中央太监台北市府一般性补助款37.9亿，各项补助办法等于是讲补助全交中央来决定，地方的自治是大退步。也台北市长朱万安就呼吁中央紧动作回头。也那另外这边呢，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带头上北，新竹行政院紧提出对价预算。现在是我在主席党团协商，周嘉宾委员，请你不要拍桌子。民进党立委蒋嘉宾登到这支听说问题，现场气氛真歹。立法院财政委员会12党团协商讨论地方补助款，民进党党团提案要求中央爱随逐业半付，加一般性的补助款给地方政府。考量地方政府近年来事实上也大幅改善了这个财政能力，那希望可以共体时间。那如果真的地方政府有具体的需求的时候，我想中央政府也一定会给予协助。台北市政府嘛调开记者会，不满中央先删减台北市一般性补助款37.9亿，各位修改补助办法，普遍全由中央决定安怎补助。地方自治倒退30年，台北市长朱万安嘛呼吁中央浪子回头。我还是希望中央可以浪子回头。重点是，其实所有的市民朋友也都是我们的国民。那地方一般补助款就是用在照顾辛苦的老百姓。这个你要
目前就是询问中央各机关还有地方政府来提供意见，台北市政府的意见，然后我们会纳为参考，然后最后汇整起来，我们会一起来做一个评估。台北市政府讲，若是诉愿结果也影响市政府甲市民的权益，无排除拍行政诉讼。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无论是诉愿还是追加预算拢会使，哪做会到拢支持。另赢县市首长是由高雄市长陈其迈带头，在伊上北到行政院请命，请行政院赶紧提出追加预算，应该考量各县市整体总财源，公平合理分配中央一般性补助加专案补助。删减预算，我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行政院能够办理最佳预算，能够赶快送到立法院来进行审议。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讲，部分县市首长提出希望用追加预算的方式来解决财政困境，不过用追加预算也是需要地方首长甲立委做伙支持，才当进一步通过立法院的审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来讲，2019年6月12日这一天，有侪反对倒换条例修订草案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去抗议。警察说法上百粒的催泪弹，甲侪民众抓起来。这个抗争运动就安尼愈来愈激烈。不过，香港国安法一个实施，有真侪参加运动的人才会重组，国不将来流亡。要即马6档过，才流亡的人讲，因的家已经毋是原来的模样，只有继续伫咧外地生活，才会当互国家会记哩讲，一个香港自由的迄当时。警方动用催泪弹、手令枪支甲民众赶。2019年6月12日，伫香港为着反对倒换条例修订草案，真侪香港人去街路抗议。结果大家毋捌想到，这个自由的国家会互因这么青分。催泪弹在我们眼前爆开，那气味开始散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觉得很惊慌，直接往释放方面去跑，然后现场是超级混乱，就是差点会出现人踩人的情况。我们有一些人只是拿住水去到现场，然后旁边几个警察就把他压到地下打。原本和平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允许的，然后在2019年的6月12号就变成是一个违法的行为。6年过去啊，苏当时香港警察的强制镇压，伫因的心内也是感觉真惊吓。香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互因国不理将都要离开故乡，有的逃亡来台湾。较好运的像蔡志豪，透过专案摕到伫台湾登记的身份。是我来台以后发现说，真的是家里有被搜寻，有被这个警察想要逮捕的意思，被确定被回去香港，之后开始去接洽一些议员一些的政府部门，长一段时间协商，就是后来他们有成立一个交流办，也有成立说这个专案的审批。迄当阵反送中的香港人，也就是《苹果日报》创办人李志英，政治控制控年12月份封关押到呾。加拿大国会机关呼吁加拿大政府，予伊拥有公民的身份，嘛希望香港当局甲伊放出来。当伫咧监狱内底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吴志峰，册内佫一概互拘捕，而且互指控国安罪名，相当可能爱互关一世人。看到王志峰嘛，然后又被就是在狱中，然后再被控告。那这个状况底下，其实我们也会知道，回去香港风险很大的。在香港，我们可以看到6·4的集会已经没办法做了，那6·12的集会更没办法去做。那我们其实，在台湾至少还会有这个空间。陆委会呼吁中国甲香港政府，唔通阁对民主人士遐尔粗残。也若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希望民主自由的台湾，唔通成做后一个香港。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打击诈骗，司法部去年9月有设网站，这个网站会当讲去查去通报网络诈骗到单，已经确认大约12万条的诈骗的信息，有通报 Meta 来这平台业者会把这信息摕倒来。也根据司法部的统计，防假名做诈骗的公众人物、金融投资企业甲财经界上接互诈骗集团利用来拐咱民众的钱。警方一问俩人，各甲几多台电脑主机抓走，原来是诈骗集团假造飞达执行长黄仁勋的名义创立专业，放假投资广告，诱拐民众去假投资网站注册签合约，上百个受害者全台湾拢有，总财产超过1300万，其中涉案信利科技公司主管，阁是姓劳艺人的翁婿，专案依照涉嫌刑法诈欺等罪上班。
因为天上就不会掉馅饼啊，为什么会相信呢？可是他们很奇怪，就是那个时候会相信，但是我们外面的人来看，会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当然是要骗投资人，让你来有利多，让你来投资啊。网络是现代人袂当欠缺的生活工具，煞变做诈骗陷阱的所在。社会法典部去年9月底建立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各单已经有差不多12万的诈骗消息，照打诈专法通报 Meta、Google、Line、TikTok 等4大平台业者甲贴落来。最常被伪冒的公众人物，主要还是在这个金融投资产业领域啊。我们过去常常听到的这个谢金河啦、陈文茜啦，都已经跳出这20名以外。根据统计，诈骗主要的风暴对象是企业甲财经界公众人物。头一个是元大银行落来的案件总数5041件，第二名是分析师何成栋，第三名是股票买卖操作平台商三德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前10名有网前主播，就连富国新山台积电原来有上榜。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在前半段，就是避免民众被那个 Meta 或者这种平台上面被骗到 Line 的这种封闭性群组里面，所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工。司法部表示，报案等后末段处理是交警政署来处理。目前透过 AI 主动扫描观察假名人诈骗广告量，已经为去年5月每礼拜3万多笔，最近降到每礼拜较无1000件。行政院杜英泰也支持内政部、法务部甲金管会这相关部会，做伙打造防诈联防体系。在查询通报了后，会当为源头阻止诈骗集团犯案。记者综合报道。好，搁再提醒咱观众朋友，历代性格企业的中心下暗对花莲这搭入来到咱台湾，气象司法部、强风特报甲大雨特报，东半部地区甲嘉义以南也有山区就要注意大水雨。也热人接做风台，国家教育研究院正咧做新书对译计划。这个计划要先针对风台提出台语翻译的原则，希望会当提供给媒体甲社会大众来参考。今年第一粒风台蝴蝶，气象署表示已经对中国海南岛的风向区对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台湾摆时各地天气也是不稳定，因为伫台湾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指出，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暗时伊的中心会对花莲这带入来，东半部嘉义以南也有山区都要注意大水雨。气象署讲，要到后礼拜四天气才会转好。那今天晚上到14号的清晨这段时间，都是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必须要防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东半部地区还有嘉义以南的地区是特别容易会有这种短延时强降雨，还有各地的山区。气象署嘛提醒南部的民众，因为拄当大楼沿海恐惊是淹水，主当是风台的季节，国家教育研究院有针对刷来20个风台名有提出台语翻译的原则。第一个是形意，已经有汉字的，也是台语读起来袂差介多的，亲像白鹿就通直接读台语。第二是音译，像泰国话维拍通读外音维拍。最后一个是记忆，亲像越南话的德杂草通翻成有台语开的德目草。杂竹节嘛，咱台语叫做德目。咱是毋是家己翻译做德目草？这嘛原来是一种方式。是安怎后来最后是用德杂草咧？主要就是我上头先的时阵讲的，因为这是风台，风台的资讯需要准确，而且伊时间真短所以阮会尽量拢莫采用语译。就是伊的意思去翻译对时代的变化，台语定会有翻译的需求。国教院嘛当在做新书对译的计划，上紧拍算今年底公布一批专有名词的翻译，亲像国家名也是首都名等等。未来嘛会对课纲内底物理、艺术等等无共领域去处理，希望促进台语的现代化，嘛互台语的翻译通有家己的主体性。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好，台语的资讯，佮有这条：新北市图书馆总馆甲台语团体合作，开台语志工的训练课程，设计教案配合念谣甲手工活动，就是要训练愈侪台语志工，会当教囡仔讲故事，互囡仔体验讲学台语真趣味。比如讲，你收礼物的经验是啥物啊？收到的礼物，你的心情是安怎啊？你想要收到啥物款的礼物？透早就开始激头脑，志工当地讨论，若是配合绘本，会当安怎设计互动，用台语讲故事。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自5月开始有开台语百老汇课程来训练志工。有志工表示，正经要讲台语故事的时，才发现讲无法度甲华语迄套照搬来台语，因为有真侪囡仔听无。台语嘛，这毋是咱的母语吗？我应该会晓讲，可是我摕来看，我感觉，每一个字一个字安尼讲吼，看到迄我感觉。
干嘛不简单？要字正腔圆。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啊，让民众可以很自然的就在他的生活中啊，在图书馆的场域就能够去学习台语跟培养阅读的习惯，让这个母语啊能够在世代间传承。为着要让济济对台语有兴趣的亲子家庭，伫咧图书馆都有通接触到台语，通听台语讲述。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邀请台湾台语路协会的成员来指导对无共分馆内的志工。讲师表示，透过教案的设计，对选册设定主题开始就真重要。嘛，着思考有啥物歌谣会当增加互动开喙练习，安尼囡仔故事听了嘛，较会有印象。今仔日的主题可能是色水，安尼我就可能爱先选甲色水有关系的册，可能先选甲色水有关系的歌，甲伊斗做伙，安尼咱的活动搁练习一届。因为咱咧学语言的过程，就是一直溜，一直溜，一直溜。新北市立图书馆表示，有打算对7月开始，都予志工投入各分馆，用台语讲绘本故事，会有超过50场的活动。未来嘛会办愈侪无共款的活动，对多元的活动内底，家长嘛通找到囡仔喜欢的方式来学台语。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也嘉义县在溪口国小想要让学生了解地方的人文历史，学校就专工设计活动，带囡仔行100年的旧街啊，也访问100年的老店，都是希望学生认捌在地，增加对家乡的认同。药材放上面，好，放上面，他们就可以拿。伫传承5代有100万年历史的汉药店内底，向国小的学生囡仔来讲较早的故事。嘉义县溪口乡的溪口国小，带囡仔来行溪口100年的旧街啊，采访100年的老店，让因认捌在地故事。非常有年代感，古色古香的感觉。里面的中药材也是平常不太常见的东西。很有趣，为什么？因为可以认识更多东西。为了要让学生囡仔知影家己故乡的人文历史，溪口国小针对无共年岁的学生，拢有设计符合因的行读课程，要带因透过实际的体验，让学生有更较深的记忆。其实这时代拢较有岁啊，因普通时啊较无习惯去面对讲囡仔，甲因介绍较有系统的部分来做介绍，所以咱就是透过甲学校的合作来做安尼的介绍的工作。这个100年的古迹交课程的这个结合。啊，互囡仔呢会使学到咱较早古早时代，咱这因的阿公阿嬷，伊生活的方式，啊，搁如何保存咱这非常难得的这个古物。溪口国小表示，溪口的旧街啊，到当搁看会到较早溪口的在地生活，带囡仔伫遮来行，为产业或者是建筑来认捌家己的故乡，毋但是保存在地记忆，嘛希望增加囡仔对故乡的认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逐当拢需要大量的免疫球，两倍剂来治疗像动静肌无力这个免疫系统的病症。也这款药啊呢是用人血来做的，目前有一半是要靠进口。食药署就表示讲，未来会提升国产的比例，达到100%台湾家己做，安尼生唔来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嘛愈下咱台湾人的体质。科小者因为有动静肌无力，直直出现四肢无力、喘气困难、讲话讲袂出来的问题。后来做一款用人血做的药品，或者免疫球两倍剂。这款药啊，伫咧新冠疫情期间有摕来治疗动静，也会当治疗免疫系统的疾病。我的状况无好的情形下，你就爱个用 IVIG 来治疗，伊的速度会慢慢互你恢复。啊，你会当恢复，甲像我即摆安尼，就是甲正常人同款。不过，目前伫台湾免疫球两倍剂有一半拢是靠国外进口。食药署表示，这款药啊是用人体血做的，若是对国外进口，可能会增加感染到外国传染病风险。为着要确保用药的安全，食药署计划提升国产的比例，做到100%拢是国产药啊。有一些紧急状况的话，还是要有国人要能够有自制的能力啦，才能够给我们自己国人来使用。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很明确，就是要推动国学国用，然后自给自足。关于血浆制剂的这个部分，卫福部食药署希望我们能够提升这个自有自足率，就是由国血制造的血浆制剂，比如说刚刚的 IVIG， 能够从现在的不到5成，能够提升到未来能够向8成甚至100%来满足。医生表示，用台湾人管的血来制药，较符合台湾人的体质，嘛较无副作用。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若是要提升
新国产药的比例，就需要有稳定的关怀来源，所以特别出面鼓励民众加关怀，把关怀当作习惯，帮助政府完成免疫球两倍制100%国产的目标。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台湾即马是超高龄社会，经济统计，个人平均的岁数是80岁。虽然讲活有久，毋过人活咧煞无健康的时间。这个无健康的时间，意思就是讲爱倒伫咧床，爱人来照顾的这个时间变长啊。112年活咧煞无健康的时间是7.78年，比111年加0.37年。台大公卫专家陈秀熙就讲疫情时代有真侪癌症甲慢性病，无法度提早来发现，牵着治疗的时机。活咧煞无健康的时间，这个数据才来增加。超高龄社会是台湾即马的趋势，但是第一老的时阵，爱安怎活了久，而且佫活了健康。不管能不能活得久，身体健康最重要。我从小时候就有运动的习惯，我现在1个礼拜至少去3次，我觉得健身房很有用。我也是吃啊，可是因为我有在运动，因为我不吃那种就比较化学的东西，比较不自然的东西。官方统计资料来看，112年国人平均余命差不多是80.23岁，但是伫无健康的余命，110年开始就转做72头，来到7.56年。这讲的无健康的余命，都是摕平均余命和健康余命相减。112年无健康的余命扭转到7.78年，比111年是增加0.37年。台大公卫专家分析，台湾真正受到疫情影响的时间点是110年，疫情造成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个人的平均余命因为安尼开始落，无健康的余命嘛对咧来缩短。在疫情时代，因为这个癌症跟慢性病没有办法早期发现，所以比较晚期比较容易住院，比较容易引起这些卧床的现象，所以当然不健康一命都会延长。像心律不整等等，这其实都是在50岁以后慢慢的陆续的会频繁的出现。那其实如果要预防你将来的不健康余命增加的话，你可能就及早就要开始保养。医师提醒讲，民众对50岁开始一年至少爱安排一摆身体健康检查，尤其是家族有高血压、心血管还是脑血管病史的民众，真正都要特别注意，才会当活了长寿搁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国际消息。印度一架波音飞行机伫咧今日下晡1点多起飞无偌久，刷摔伫咧机场附近，机顶超过244个人生死不明。印度航空一架飞行机伫咧当地的时间今日下晡1点38分，要飞去英国的伦敦，起飞无1分钟，刷来讨救兵就无消息。无偌久就传出讲，摔伫咧机场附近的客家厝遐，机顶超过244个人生死不明，当地动员抢救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起了。好呀，美国这边加州洛杉矶反移民局的示威到达第6天，美国国防部派国民兵伫6月10日进驻军事基地，演练讲要安怎来控制群众。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强调讲，派兵的行动合法合宪。赫格塞斯讲是安尼讲，不过上新的民调显示讲，无认同川普越权调派加州国民兵的受访者有45%，也有47%是反对川普部署陆战队。美国国防部针对洛杉矶反移民局的暴动，派4000个加州国民兵甲700个陆战队组成第51特遣队。指挥官陆军少将索曼11对媒体表示，因主要的任务是保护联邦的财产甲人力。So strictl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federal personnel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federal building, they're allowed to temporarily detain and wait for law enforcement to come and arrest them. They do not do any arrest. 在南加州国军的军事基地，11有国民兵进行军种控制技术的演练。700个陆战队的队员进驻洛城南边50公里远的海拔沙坡基地。这是1992年洛杉矶大暴动了后，陆战队头一届去加州执勤。有真侪质疑的声音讲，这根本是饲阿兵哥来对付家己的百姓。嘛关心这士兵，因咧枪内底敢真正会入枪支。The ammunition that the Marines will they have live ammunition in their rifles? Not in their rifle, no.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迄天伫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去互民主党的议员问到派兵的问题，伊是强调讲一切合法合宪。And the mission in Los Angeles, as you know well, sir, is not about lethality. It's about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on behalf of law enforcement agents who deserve to do their job without being attacked by mobs of people. Law and order is a civil funct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enforcement,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not the U.S. military. 洛杉矶警察局局长麦克唐纳透过声明讲 ，LAPD 有能力处理大规模的示威，在也未甲警察协调的情形之下，陆战队就到位，这是后勤甲行动的一大挑战。另外一方面，加州州长纽森为着阻挡川普派兵，向旧金山联邦法院申请禁制令的官司，排定12下晡举行听证。由1997年华盛顿总统所任命的查尔斯·布雷耶法官来审理。有一份新的民调显示，有45%的受访者无赞成川普越权调派加州的国民兵，赞成的是38%。也若反对部署陆战队的比例是更较悬，有47%，赞成的敢若34%。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这2天，奥地利甲法国拢发生校园的攻击事件，也甚至讲法国的校园暴力是哪来哪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讲话啊，讲囡仔用网络用甲条例色情暴力的内容会影响因认知的能力，所以伊要禁止15岁以下囡仔用社群媒体。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尽量招牌50外套参加巴黎科技盛会 Vivatech， 甲法国总统马克龙伫咧台顶例行的活动。黄仁勋讲，回答将会伫咧欧洲推展基础建设，甲当地企业结合做伙伴关系，帮助建造欧洲自身的 AI 生态系统。不过，伫同一个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会伫最近几个月开始禁止15岁以下的囡仔使用社群媒体。Plus la même capacité à avoir un rapport à l'écrit, à se poser, à essayer de comprendre. Ils sont aussi beaucoup plus exposés au harcèlement en ligne. Et donc on a une épidémie depuis 2015 dans tous les pays où les réseaux sont ouverts aux plus jeunes. On a une épidémie de troubles du comportement, on a des épidémies de violence, de troubles du caractère. Et donc c'est ça qu'on doit absolument réguler. 马克龙强调，当囡仔一直被社群媒体一般接触到的拢是色情加暴力的内容，造成认知、思考加理解能力退化。会做这项决定，甲吹杂伫咧欧洲发生2件互人震惊的校园攻击事件有关系。包括伫奥地利一间中学，有一个校友夜青入去学校内面扫射，总共造成11个人死亡。也个法国一个15岁学生伫咧检查珠宝时阵，压倒杀死31岁助教。法国会开始检查学生的珠宝，是因为今年4月有一个学生压倒杀死同学的案件。Voilà, je suis triste pour l'école parce que c'est pas, voilà, c'est un endroit protégé qui ne l'est plus, qui récupère tous les maux de la société. 根据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o 的报道，法国今年6月初7开始，强制叫色情网站爱验证用户的年纪，也强迫 X 等社群媒体导入年纪验证机制，最后当地虚拟网站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澳洲也同款决定要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存取社群平台，会自今年11月开始实施。不过后面是讲未禁止儿童使用社群媒体，这种限制由成员国家自己决定。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南非这礼拜变大雨做大水是真正来了，至少已经有49个人来无命。那即卖呢，全球暖化地区极端气候伫各地是愈来愈普遍。根据欧盟科学家上新的报告，顶个月是历来第2热的5月，也冰岛有的所在，因的气温是比英国平均加10度出来。南非当要进入寒冷，这礼拜刷到大水雨，造成做大水真严重的灾情。民众困的是惊一条，是赶紧先家己救家己。Indo você é que se ninguém na que pá que pasti 6 to 7 se engena manje phusha umnyango angena pendli obese ukuphusha kumnyango bathi sekududuleke nansika ifurniture ifridge iTV istove segas abese zihamba kodwa andikwazi ukuzithola ke izinto manibaleke nje nomphefumulo wami。嘛有一台高中的校车拄着溪水撞起来，抓掉伫遐。不幸的是，有学生去大水流去。根据当局统计，到11为止已经有49个人死亡，这个人数恐惊会阁增加。全球暖化地区极端的气候愈来愈热出现。后面的科学家上新的报告指出，今年5月是历史上第2热的5月。北欧的国家冰岛的部分地区，平均的温度比往年更较悬10度。观测站测到上悬温有到26.6度，甲真侪纬度较低的国家来比，温度是真烧热。
专家讲，这种情形是真罕见。We found that even in today's climate, that is still a relatively rare event. So expected about once in 100 years. But without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such an event would have been basically impossible. 同款伫咧北极圈的吉陵兰嘛受到真大影响。今年冰川扬起的速度比往年较紧17倍，资本冰川拢要到6月份才会开始扬，这嘛代表今年冰川扬的时期会比往过更较长，而且有更较侪扬起的冰流入去海洋，这会互海边的关度压悬了更较紧。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观众朋友，明仔载天气情况，咱来看国际头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1度，中部地区25度至31度，南部地区25度至28度，东部这边25度至30度。高岛地区26度至30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曹有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每10粒银银有3粒是来自台南，200栋内，阮的规家伙拢住入来这个肥材料内底，困伫遮食饭啉茶。哇！